心这个民生问题，伫菜市也是夜市内面，时常使看到人咧卖一款10块的芳，到底是安怎会遮俗？业者讲，其实用较俗的面粉来做一块芳，成本差不多3块外，薄利多销，一天会使卖几啊百粒。伊毋过呢，记者追查有一寡制作10块芳这批发工厂无营业的登记，卫生恐惊有顾虑，变成食安问题。好，再一个这个。 6个50啊，然后1个1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啊？围堆的芳有各种口味，伫红文市场咧卖，上下平均一袋才8块3。它是很大量，是不是？家家面包薄利多销，细一间菜市啊，就有5间咧卖，上贵是12块，品质差真多。 就觉得吃起来有没有什么香精太多，还是什么面包怎样啊？其实就是看你会看得出来的。它很大一个啊，10块钱啊。 10块的芳到底是对对来的，所有头家拢真神秘，无愿意详细讲批发的过程。但是强调这面包代工厂非常多，批发到夜市啊、菜市啊、面包车，这品质有好有歹。但是咱苏信其中一间伫新庄的工厂无营业登记。 10块面包卫生安全无法度追查，介绍这么俗的秘密到底是啥物？来到另外一间面包店，公开制作过程，这面粉加入大量鲜奶，让面团散发天然的柠檬味。师傅讲，这鲜奶用量最少，就是主要成本之一。10块钱面包这么便宜哦，就是差别在于酵母跟面粉。那个酵母一般便宜的面包会用干酵母，那什么是干酵母呢？就是好像我们常常吃的人工果酱啊，或者是里面加了防腐剂的一些东西，它是比较属于人工化学的。那稍微贵一点的、好一点的面包呢？ 就是都是采用自己培养的菌种，那这个菌种培养的需要过程、需要时间、需要成本，所以相对的会比较贵。面包原料差价非常大，一袋25公斤的面粉都会当做500袋芳，有人选用400块的熟面粉，也有人使用2000块关键原料，也有这人造冷油，只要2500块，天然的咧是一箱6500块。 10块的芳用料精算店租价，一袋成本大约是3块。面包上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肉松，其实肉松不瞒你说也是有很大的落差像有一些比如说夜市里卖的面包的肉松，不晓得它的来源是什么，有很多可能都是黄豆粉去假的肉松，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湿润度啊，或者是它的绵密度上都会有落差。 这芳店面有专贩卖，也有美乃滋。芳的土豆芳嘛真精致，这10块的芳用料拢真大方。但是咱请看人师来测试，看这肉酥芳店面的用料真是少不偌济。要点的话，点遇到淀粉类的东西，它会变成暗的紫褐色，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它的肉松是不是含有淀粉。 淀粉残留测定液滴入肉酥，马上变成深黑色。肉松碰到点液，应该基本上是不会变色，因为它里面没有淀粉。可是我们做面包的那个肉松，可能都有先跟那个面粉和过了，所以里面含有大量的淀粉在里面，所以遇到的点液也变色。这代表肉酥除了肉以外，也有其他淀粉。10块芳伊用料品质、准确甲制作环境因人好奇。民众若是要省钱买10块芳咧，嘛是爱。 斟酌挑选。